境之月礼盒，掌声欢迎！此款礼盒呢，里面有3款台湾人最爱的月饼。东东今年画饼礼盒仔，不但外形设计喜气，而且拍开时还会当变形，非常的趣味。内底画饼口味兼具经典甲创新，有月见乌金干贝、黑芝麻杏仁、柚香核桃脆梅等甜咸口味拢有。像我们的中秋月饼，还有我们的萝卜糕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选的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今年也做了一个综合型的，叫做中秋月圆礼盒。还有很特殊的就是我们的东大门推出了一个5项的肉，包括牛五花啊、牛腱啊、猪五花等等酱肉哈，有5种不同的肉品，跟我们的韩式泡菜、韩式萝卜泡菜，那这一些呢，刚好中秋可以买回去烤肉用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中秋的，就是说合家可以享用的东西。那我想东东这么多年以来做的月饼，除了说求新有创意以外，也用最好的食材融入里面，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健康康，又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中秋月圆的氛围。除了南靖之月礼盒仔，东东餐饮集团这次嘛结合了各家餐厅，推出各种中西式礼盒仔，介意古早味的朋友会当挑选顶级乌鱼子 XO 酱、港式的萝卜糕，西式口味有焦糖夏威夷豆塔、7个盐咖比等，高达13种中西式礼盒仔会当提供选买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